聯邦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，本國家庭債務連續第6季超過收入，咁債務同收入比率為近180%。梁超明嘅報導。聯邦統計局發表嘅報告顯示，本年首季國民淨資產上升1480億元到192000億元，按季上升0.4%，但同時經季節調整後，家庭債務亦上升0.4%，令整體債務同家庭收入比率高達179.6%，相當於每1蚊收入就有個百債務。雖然家庭還款額亦有上升，本年首季係14.75%，高於去年第4季14.68%，包括消費、按揭及非按揭在內，家庭信貸市場債務喺本年首季係355億元，亦比上一季嘅345億元為高。本季按揭貸款淨發放量下降咗226億元，而去年第四季係2630萬元。消費信貸及非按揭貸款嘅成長抵消咗部分降幅。